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欢迎我是徐美珠。顺天聊天好吧呢，是新竹人阿妹好头前海，佢是新竹人，新竹市50万人使用水当从来年之日啦哈。去年一群新竹市阿妹呢，带着妈妈上港来是水验出水验头啊，来头前海看一下，到底咧几条使用水来年係用办起，结果。看了之后，非常的定印象。佢讲，你新竹人叫做阿妹好头前海，上街、东港街啦、下北街啦，嚟污染非常的多。有工厂嚟排放的废水，还有家庭用的污水，甚至係垃圾廠、热卖廠嘅泄漏水啦哈。故所謂水比強烈的水係冇人改嘅事情。頭前海係中央嘅來管理嘅好吧，但是佢六個新竹人到新竹市，故所謂呢邊強烈水係咩中央老地方嘅共同嘅聯合呢？韓國新竹人市政府嘅共同嘅協助，韓國人民老公部門之間係咩共同嘅達標，然後有可能啉到一筆強烈水。但係一行到呢新竹市嘅市府公嘅面頭前，到北個面前堂大家關心兩議題嘅人，有乜嘅建議，有乜嘅觀察，然後強烈嘅關心。好，以下節目會講透咧對呢個市府強哈，共同嘅討論到底用乜嘢裏面比強烈嘅水係咩？呢種簡單嘅事情，嚟講，需要大家共同嚟落力嚟答辯啦哈。馬上歡迎上屆嘅來賓，第一屆係新竹市政府環保局局長江勝任江局長，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首先歡迎上屆第二屆來賓係新竹縣政府環保局局長黃世漢黃局長，你好。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徐夢怡。第三屆來賓係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期管理處嘅處長廖福全，廖處長你好。好，主持人，我們現場的觀眾，大家好。好。再來係你新竹縣嘅立法委員林維洲林委員，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林維洲。好，徐夢。再來係強化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嘅教授王俊秀王教授，你好。大家好，我們跟伯公在基湖宮為頭前溪祈福。好，就應講啦，頭前海係新竹人嘅阿妹河哈，新竹縣市的母親河，佢上間呢係上片海啦、柔羅海，夾了之後呢，讓變做係頭前海，如到差唔多新竹市沿海地方，然後呢鳳山海夾了讓向下出海啦哈，所以。佢全長有63.03公里安長啦，哈！佢也係二河區中央管河川，故所謂兩條好白池里，唔單止係講呢地方嘅人事政府嘅環保局嚟做呢種嘅監測監督天天，還需要中央嘅好水數咧共同嚟配合，到底禮拜就乜計劃提出呢個強烈水，又係夯同連咩？佢哋係夯過了頭前海之後，又發現個哦，原來安定應嘅，佢哋看到乜嘅？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將去收散按高嘅家庭垃圾對頭竹東垃圾場批起來處理完，原至新竹縣本市冇焚化爐，對民國100年開始，新竹縣嘅垃圾暫時並頭竹東垃圾場，但是前檢嘅新竹市同苗栗中南焚化廠，當日本新竹縣嘅配額係比垃圾增加量更加少。新竹人冇日照做啲少垃圾嘅地方，當然應該了解當日該產生的垃圾，是冇辦法全數的運輸去，更何況是兩下堆積到喺了解竹東垃圾場嘅垃圾。原至竹東垃圾場頭前期數至去年保護期度，多數垃圾暫時變為萎縮，下部有些歐洲水池，當日同歐洲水抽走。但是落太子還係有可能同歐洲水單日嘅河巴度影響到頭前期嘅水質。我哋要兩下是做嘅係或是為了加強嘅個消毒，我們就和我們的防災的作業，我哋要冇辦法有效的來防堵我哋個垃圾造成的水源的污染。
南湾头前期的水头入了康期的河坝巡，民国83年开始加工厂生产一批嘅化工业气，排出的放流水到河坝巡直接批到油门，本无用到头前期的地面水新竹市民少有问题的水做到基金联络度嘞。因为我哋大新竹市嘛，你哋水岸条到挑戦海，我哋抢无识到你到底系要买东西唔管系讲你工业的啦也系你沿到挑戦海咧上下游的居民要到农业行为嘛我哋当然袂烦恼。962公里的头前期供应太新竹大约60万人口的民生用水，但是到水头就工业区的放流水，每日垃圾场带到抢3公款的垃圾。可能的空气风险，本居民是许免唔安心。睇下很多新闻让平喺个垃圾冲对嗰个安台马古对所以看到你要洗只池水后，你啲池水后所池到嘅水呢，是当作工业喺個民生用水，到上街就扔動池內水嘅池水，也係供應你寶山水庫喺個竹洞井嘅用水係扔動你單位。还有供應石壁灘嘅也係地下水嘅地下水嘅。再來主要可能是你到新竹市還有相關的係龍恩岩的自來水取水口跟南雅的自來水取水口那南雅取水口比較是竹北新豐跟湖口了所以可能是新竹市可能是在龍恩岩這個部分是比較多的。這個是取水口，但是污染源在哪裡呢？其實上游這邊可能也有一些。因為農業或者是相關的露營區等等所以會有一些這些化肥啦或農藥啦，甚至是一些遊樂區的這個廢污水，可能會在上游這個地方也會進入我們的天然水體裡面去。那中間這邊部分呢，我們看到它影片裡面看到是鹿寮坑的工業廢水，竹東地區的這個家庭廢污水，還有五華工業區這邊的工業廢污水，這邊有晶圓廠啦，這個半導體的面板制造厂這邊都有那還有垃圾掩埋場污水、工業廢水，還有二重地區的家庭污水。黃世漢黃局長，這麼多的污染源，我們新竹縣環保局對他們有什麼樣的約束，或者是什麼樣的監測跟監督？那如果從我手上的資料來看的話，那在長期這10年的一個監測的這一個數據裡面，那我們在整個所以頭前溪這個污染程度是未受污染或稍受污染程度，算是輕度污染在輕度比輕度污染還要，這個是輕度污染，所以在輕度污染線以下。所以我們頭前溪我們這條母親河那在我們10年的長期的監測，在河川水質的污染的部分那都是在未受污染或稍受污染的這個情況之下。所以你們對那些工業區是多久會去偵測一次？那當然，這一個它的污染來源有非常多，像工業區裡面的這個事業那事業它是依照這個水務法相關的一個規定，那它定期監測，那當然我們也是去做這個以事業的角度來做這個相關的稽查。那監測項目有哪些？我想整個尺度來看因為在提供安全的飲用水的水源，我們根據飲用水的條例，它在水源上面就有一個基本的15項的一個檢測。那所以我們從水質的這個污染的程度的一個監測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相當的這一個水質的這個水源是相當的優良。我就要問到我們的新竹市局長拿出這樣的數據，你是新竹市，你在水尾嘛你看了之後有多少的信心度？你這問題是講，站在這個監督的立場不管係我都遠近服呀，池內水就有連續監測機制啦和縣市環保局又抽檢，就每季他都會去檢驗。然後另外這種環保署基本性是會對比較這個難檢，就是難檢驗的這種。我哋遠近服做唔到嘅，因為很嚴格嘅，也係很難檢查嘅，呢種問題，環保署之後還會再做一個檢驗所以基本上應該說，對呢種嘅水嘅問題要3層嘅把關啦。所以因為按用，當然應該呢種問題有2個層次一隻係水源頭嘅問題，水源頭嘅問題。第二係經過你池內水廠處理好咧。用戶在喝的水的，這2個層次的問題。我現在自來水廠它有它處理的能力啦。當然，水源頭
也要更干净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新竹市政府的一个立场了。好，但是我们新竹在地乡亲，您刚刚看到新闻影片，看到中油有这么多的这个污染源都进来，你们为什么要提出我们要喝干净水的这样一个行动出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是什么？好，这位，我想自来水的检测或者是环保署的那些检测，都是某一个时间点去抽样。对，也就是说，你们抽样的那一天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其他天是有问题的。我们去鹿寮坑的时候，就亲眼看着工业废水放流，可是它在放流的时候，你们不在旁边呐、你们并没有在那边检测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的检测并没有办法确保河川不被污染，这个是很确定的。而且新竹县其实稽查人力也不够，你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其实要求的是一个，你在上游把水源确定不会有污染物进去，这个水源你再来经过自来水的处理，那其实我们才会放心。经济部它其实就已经预测了，新竹市到了12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12万吨的增加的水的需求量。也就是说，我们到了120年，其实我们还会缺12万吨的水。然后加上龙恩堰，其实它现在每一天供应的水大约是20万吨，所以其实我们的缺口是32万吨。那石门水库现在可以送过来的水就已经是10万吨了，所以你们增加的管线其实只能再增加资源10万吨。对，所以也就是说，新竹纵使你们管线已经铺好了，它还是有22万吨的缺口。但是我现在其实很好奇的是说，自来水公司你们到底要怎么样达到你们完全不取用河川水这件事情？因为你们答应新竹市长说，你们可以完全不取用河川水，全部供应水库水。现在所有自来水的调度，全部都是不公开资讯。包括你们从龙恩堰每天取多少水，你们从宝山水库取多少水，石门水库送多少水过来，都是不公开的资讯，我们没有办法每天知道。也就是说，就算你们今天跟市长见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答应我们说要用水库水啊，可是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喝的是什么水，对，因为资讯不公开。所以这位乡亲认为说，即便是将来可以有这个联合调度，但是缺口还是22万吨。那这个20万吨到底从哪里来？有没有办法有效监督？他还是有疑虑的。好，还有这位乡亲。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黄局长刚刚提出了这样的数据嘛，就是说我们都是可能是未受或稍受污染，可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那个是平均值，对。那我们自己来看政府的数据，就会发现说，头前溪的中下游其实近年来常常是中度污染，就是如果我们不看平均值，而看每个月的那个标准去对照，其实常常是中度污染的。那又看到我们在竹东琼林有金源制造，有好几家厂商；光电制造有好几家厂商；实验废水也有石灰水，有亚洲水泥，有化学制药，有医疗废水，有很多医院。那这么多的石灰粉、病原体、化学制药的那个废水、重金属、强酸排进头前溪流域，那县政府跟我们说都有处理到合乎标准。但是我们目前的合乎标准，意思就是说这个水的有害物质很少啦，喝不死啦，所以可以喝，请大家喝，这样。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人体无法代谢的那个重金属的部分，好，到了下游总三氯甲烷就比上游多10倍啊，这还是我们那个水公司已经处理完之后的数字哦。那铝又多了2.5倍，钡又比上游多2倍，这还是我们有检测的数据。更何况，其实厂商的制程所新增加的这些项目，这样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列入检测项目啊。那如果我们连县政府环保局做检测单位都不知道要检测哪些项目，那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说这些都合乎标准、都很安全、都可以喝？这位乡亲，还有。去年8月啊，我们就是有去走了一趟那个垃圾掩埋场的现场。那现场垃圾已经堆到满到从边坡流下来，而且现场没有任何的防护。就垃圾场满出来，已经满出来，从边坡都流下来，然后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然后那个垃圾污水就顺着流下去到那个沙坑溪，然后就直接进到。所以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你想到你家里水龙头打开来的自来水里面，可能也包含这个垃圾掩埋场的渗流水。更可怕的是，除了垃圾污水之外，还有家庭的污水，还包括头前溪两岸新兴地区的家庭污水。然后我们发现，就是
琼林重划区、二重重划区，还有新竹市人口成长最快，然后住户最密集的新竹市关埔重划区，都没有下水道污水的设施，然后他们的污水也是直接流到头前溪，然后再从取水口回到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每个家庭喝的自来水。好，那等一下污染解决部分，我们再请2位来做发言。但是我先请教一下我们自来水第3管理处这边，就是说，从自来水进水厂出去的水到水龙头打开来，你们都觉得说是已经合乎标准了，其实饮用无虞，是这样子吗？跟各位乡亲做报告是说，那个有关于水源水质的部分总共有10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长期的监测哈，这个都是合乎标准的了哈，合乎标准的。那是不是说不管原水多脏进来，我都可以加更多的药剂，让它在出厂的时候是合乎标准 ？No，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水源水质有一个标准哈。那我们含药量太高也不行。我们长期有做水，当然是不行哈。这个水源质标准，它总共有水源标准，我们现在长期的监测来讲，以拖连溪来讲，它的水源水质标准哦，都还算是，刚刚我们那个黄机长所讲的哦，还算是这个水体还算是。以跟我们前台湾的那个河川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好的一个河川就对了。那个有关于我们水量调度了因为我们这边新竹地区是属于我们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它所管辖的了那有关于水源的调度的部分的话，它会定期开会做一些水源调度了，水源调度。那昨天也刚开完会，了，它会水量调度。那这个水量调度的部分的话，它会讲是说我们现在水库水要放多少水。核酸水要取多少水，这样子所以你们是执行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决策的一个共识的决策，对，共识的决策单位。对，一个决策单位那我们是依据他们的一些决议然后来执行这个水源调度的一个方式好，谢谢我们的处长。我想问一下我们王教授，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原水到净水厂这有5个关卡，68项检测，甚至里面还有自己内部还有100多项检测。我们如何在这个公司部门上面，在这个水质的这个监测上面，可以去做到公私协力？这是老师可以给点建议吗？刚刚公部门跟私部门的对话，凸显了2个议题，一个叫做国家的标准不等于民众可以忍受的标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日本产生了痛病，完全合乎标准啊，可是社会成本你看看，整个国家快倒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刚刚关埔的事情说明了新竹市处于富裕中的贫穷，看起来账面是富裕的，经济富裕的，环境非常贫穷。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来鼓励大家，因为这是我们的机会，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新竹县、新竹市共同的母亲河，好还要更好。所以首先，率先公布相关的数据，全台湾一起公布，不止新竹，因为这个是。我们有知的权利，然后才可以跟你公私协力嘛。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检测什么，我们怎么样跟你公私协力？所以这是一点。因为没有局外人，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在基湖宫，在博宫的前面，我们来做一个格局决定决己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合作，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头衔溪。所以我要讲的是永续发展3点，环境没有问题嘛？如果我们一起努力，回到源头，不是治标了。要治本，回到源头，清水、干净的水，清水接近水。第3个活水，清水、活水，是我们在环境上一定要达到的目标。自来水厂它其实从到源头到尾，都要看水头水打开来，经过5个关卡，68项检测，记得到底是用班先做，听等新闻记者讲到，去到抢水厂你看一下。这些感测器去感测它，那感测它的话，就是说它如果说上浮，它表示说有异常比如说都在缺氧状态，它就会呼吸空。那如果下沉万一不动，表示鱼类可能就已经快死亡了或死亡了。中水所使用5观测延续水质，强劲太新竹用水的新竹天然清水厂工，对3公里外次水口做起延续来检测，看5个发通力了解水质的变化。生物养鱼试验，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万一有毒性，鱼类有异常的行为。行动迟缓，或者是上浮有迟缓异常死亡，他马上就会就是说做警报。
连续2到4续强了后，沈大玉分离出7节，经过前地高力列到强势，平均2点钟的处理够强，将会送本各位中续付。那我们内部的话，除了盐水检验10项，包括农药啦，包括重金属啦，那我们这个把关之后，让这个水没有问题，才会让它进到这个净水流程。盐水符合国家标准，那清水也是符合国家标准。自来水公司讲，河坝底是分块，经过河坝的水量调探，国家水流的方向，那是正经就污染排入的河坝度，要某一天会流到次水口，那头连续监测到水质种问题，其实家下自我管配次水口，避免清水厂的水质无人之内受到影响。好，刚刚新闻影片最后讲说，我们在取水口地方是有个sensor感测器，是不是？就只要这个取水口附近的原水有问题，就立刻关掉那取水口，是这样子吗？就说我们现在从盐水取水口到我们的净水厂，总共有4公里2了哈，差不多是4200公尺左右哈。啊，以它的流程来讲的话，差不多要2个小时左右了哈。那因为我们在应变时间就2个小时，时间都还足够，会足够就对了哈。那因为现在我们也有线上监测嘛，有线上监测哈，包括刚刚我们那个影片有看到的哈，有一个生物氧仪试验哦，这一部分的话是一个在前台湾省里面大概是有2套左右而已哈。那所以用小鱼来监测是一个很先进或很精密的一个设计吗？它是国外引进的，它是国外引进的哈，它是从瑞士那边国外引进的哈。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就是说水质有遭受污染，因为它的那个口准速度很低很低了哈。那只要是说稍微水质有受污染的话，它整个活动的一个行为就会改变哦。那透过这个活动行为改变的话，马上会侦测到警报。那会不会是说我们的水质会不会比那个国外的还差，还怎么样哦？那我们也有把一些国外，就是我们的水质标准跟国外的一些水质标准做比较哈。那比较的话，总共我们拿68项比较哈。那国外的标准里面哦，很多它都是没有列标准，很多没有列标准，没有列标准。所以我们的标准相对是比较严格的。对，因为我们有参考邻近国家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啊、美国、欧盟等等。所以他们有的我们都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哦。水太脏的原因，我们刚刚讲到，除了说有这个工业废污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常年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县市来合作。就是说，新竹县市垃圾处理概况是这样子：新竹市的焚化厂，目前新竹县市只有新竹市有一座焚化厂，每天呢可以烧730公吨的这个垃圾。那针对新竹县的部分呢，有代烧150公吨。那目前新竹县它有几个垃圾堆置场，像新丰啦、竹北啊、竹东啊等等，那它可以这个每天来处理的量是220公吨，这样一减下来就有70公吨的落差。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黄局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堆置垃圾也好，或者说不管是上游或到下游，它都会进入天然水体，进入我们自来水、地表水取水的这个河道里面都有可能嘛，哈，那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困境？那事实上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竹东掩埋场是一个合格的掩埋场哈，它是有这个不透水的这个阻隔。那所以虽然暂置是不得已的这一个应变的这个权宜之计啊，但是它的这个水啊，目前它是一个合格的掩埋场，那它的水我们是定期的反送跟这个送到污水厂去做处理。那垃圾处理这个部分呢，我想除了源头减量之外，那中长期我们也提相关的计划，跟中央争取这个新竹县的垃圾能够自主处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新竹县要盖焚化炉吗？我们想，我们不是盖焚化炉，我们盖比焚化炉更先进的这个以循环经济的角度的方式，让各类的这个垃圾分别变黄金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林委员，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新竹市焚化厂，这当然全台湾各地的焚化厂都一样的通例，就是说他们都会烧一般事业废弃物，而且这个收费其实还是一笔不可观的收入这样子。所以变成说，事实上如果扣掉如果这220公吨都能够烧的话，新竹县就没有问题啦。可是当然，这是新竹市一个很重要的财源收入嘛，所以等于说这个东西事实上有它的两难啦，就是说，当然现在有跨区域嘛，比如说新竹县还要到苗栗去烧嘛，那中央也编了1.2亿，让你们的新丰跟竹北的垃圾
掩埋场、堆置场可以活化再利用。好，我想请教一下委员说，还有哪些部分是我们在中央的地方可以来协助新竹县？所以这个问题哦，我在中央我们也一直提出来，就是说当时盖焚化炉哈，政府是有出钱的，不是完全是民间的，那也不是地方县市政府出的钱的。好，环保署是有补助的。然后地方政府当然有配合，比如说要签一个叫做最低量，就要对厂商要签一个最低量，说我最少我要提供多少。那时候这个跟现在的情况已经有非常大的差距啊。现在是 BOT 是怕厂商垃圾不够烧会赔钱，厂商倒所以我们要保证它量。结果现在是怎么样了？现在是好生意，那个它可以去处理事业废弃物，那价格也不错，又可以发电。好，现在是变成说中央无力去调度区域的焚化炉。当没有焚化炉的县市需要处理垃圾，它进不去，不管什么原因啦，税收也好啦，去烧事业废弃物也好，或者是底渣回运的问题也好，对，他提出的条件太严苛也好，不管什么原因，隔壁的县市没有办法，家庭废弃物没有办法在隔壁的县市来烧，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那所以我们在立法院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法令，就是说由环保署可以来调度区域焚化炉，优先要处理家庭废弃物。好，这是从法上面、从政策上面去做整个全国宏观的调控。好，那地方上有乡亲，地方上乡亲对于这个有什么意见吗？这位，我觉得解决饮用水的问题有一个时间的迫切性啊。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越快喝到干净的水越好。但是呢，很遗憾的是站在新竹市的立场我觉得我们在下游，那我所听到的现在的这些污染源，包括工业废水，包括上游的家屋废水，还有一些垃圾的问题，其实大多数，其实应该说几乎全部它的权责跟主管单位都不是新竹市，所以站在新竹市的市民的立场，其实是有一种无力感我们很担心，很想做什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呢，在大概半个月前，看到自来水公司跟我们市政府有会面，那提出了就是要接专管、接水库的水源，来取代我们现在头前溪的水源，供民众饮用这个部分。我想听到之后，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如期的来执行，因为我看时间点是民国109年就能够完成，2020年送。对，如果可以完成的话，那是很早就可以实现我们饮用安全水源的这个期待跟希望。但是呢，到底要怎么样来调度怎么样来给民众一个信心的保证？我今天在这里是恳请自来水公司可以再做更详细的说明。好，谢谢这位乡亲。那其实更早之前，村民台非要去到竹洞，就讲到竹洞的家屋或是垃圾掩埋场的相关议题还看到近边几条海。也有6个竹洞，也有6个乡里，连呢新竹人的乡亲，好，我看了解先生。我係講到掩埋場嘅問題我係竹洞，我哋竹洞，個掩埋場嘅問題，我就做啲老大家本大家看一下，個垃圾掩埋場咧係垃圾散到用半年4300公噸嘅垃圾變到該位去。佢突然講工業水家庭污水，佢全部合法嘅垃圾掩埋場變到該位，竹洞掩埋場該位，睇下局長講佢係合法嘅，我冇同意那點事情因為竹洞掩埋場就唔得殺到池內水保護區地位佢突然間局長講，嘿，佢法律用語去審一下佢係講潛水變到該位去，因為法律明文規定，佢池內水保護區地位就唔得變垃圾。佢幾個講嘅意思，我潛水變一下，佢變幾久咧？局長變幾久咧？我啲嘅時間超過3年咧你係講好潛水係潛水佢唔係嘛？佢新竹人方冇喺度拗，講佢係潛水變一下佢水是全部下去，佢方冇要講，佢下來嘅水要接起來
食起来当然要载走哦，载到按信封来处理哦。第一点，当然载走几多水，几多度水，你做咧公铺嘛，载出去几多公吨的水。第二点，我去过该接水的位数啊，该接水的位数该逼体啦，风浪买枪啊，该逼体咧啊，哎枪按分布去杀去涨一下，该倒咧下，为年咧哈，差不多2年咧，该还系点样呢？因垃圾病毒改变，你了解该焚化炉唔来问题，睇下大家看到咧。不过该做啲保护水源嘅问题事情，实际去做啊，因地方嘅风暴单位系爱保护大家水源嘅单位啊。该几多什么去做呢个事情，和加轻嘅呢一种污染嘅伤途，爱起都冇道理啦。好，徐某主席。好，还有了解欣赏嘿。当然，这个水的问题是牵涉到很多层面的。不论是工业或是家庭废水等等，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那政府它该如何去做一个辅导引导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只是我要检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水有问题，那我们改喝水库水。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应急啦。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我们改喝水库水，这些污染的水一样继续流到河里去。那这些河接下来呢，它流到河川去灌溉我们的农田，还是吃进我们肚子里面去了。对，就是我前几年就是沿着我农田的郡沟一直溯源往上看，我看了真的吓一跳。就是刚刚我们在谈的这些污染源，其实就都没有谈到琼林，那琼林的这些废水流到哪里去？就全部进水郡，我觉得没有灌排分离，没有，就是它居然直接让这个污水直接进水郡，然后水郡就直接去灌溉农田。我觉得这真是天才的设计啊！就是用农田在当净化池，然后再让大家来吃这种食物，这个是。改喝水库水就能解决的问题吗？绝对不是啊！就是最后这些东西还是会进到食物里去，然后甚至到海边，然后又变成鱼被我们再吃下去。其实这代表着我们长期都一直非常忽视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面对、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再不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是会把这个烂摊子交给我们下一代来处理，到时候他们会更难处理。谢谢大家。谢谢。做乜嘅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地本都有安多嘅污染源的存在。这边除了有家庭污水之外，还有很多的所谓的工业废水。雅普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局长，有可能做到专管专排吗？整个头前溪流域是有500多平方公里哈，所以这么大的面积啊，不太可能哈，没有同时有这个民众的这个生活跟经济的活动哈。但是对于这个自来水水源水池的这个水量的保护区里面啊，相关的业者是有更加严的标准哈，这个是我们来要求的哈。那当然刚刚讲那个一般的这个主动的这个市政的这个污水，那当然它的能够接管。这个快速接下水道这个部分啊，那它是一个最直接能够解决的方法。那目前中央啊，大概也对于这个区块啊，目前大概接25% 哦。那我们在几年内大概也会增加到70几%。那当然这个也要是民众在最后端的这一个接管的一个配合。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就是说。当然，厂商的技术要辅导他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厂商你要多少比例的使用你的这个雨水回收，或者说循环用水，这有可能在法上面去做规范吗？那另外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它有在专管的这个部分，中央可以协助的是什么？譬如说用地取得啦，或经费的拨补啊等等这个部分。头前溪是水源水质水保护区，凤山溪不是。那为什么它会被设定这样子？因为它比较重要，然后呢，它被取来当饮用水，所以跟一般河川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放流的标准没有特别的区隔开来，就是说你会取用头前溪的水来当作自来水饮用，但是你并没有针对它厂商的放流或是原水的检验。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
在法律上现在是没有特别的标准，就是原水检验还是那个你所谓的10项，那但是这个要食用的跟非食用的其实是当然要不同的标准。我想这是也是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我要吃啊，是要吃到肚子里面去的，会累积的。OK， 好，这个在法令上是可以来讨论的，就是说针对水源水质保护区，尤其是会被取用来当自来水原水的这些河川，要特别的去控管，它的放流标准要不一样，然后甚至它的工业区既然已经设立了，然后已经它完成它的工厂设立了，那要怎么样来补救？如果新法出来以后，要如何的补助他们做全回收，或是要全部要纳管进到污水处理厂，而不能进到这样的河川，这些在法令上，我觉得应该要定不同的标准。应该定不同标准。好，我们看到是就东京里面方山来的污水排放这项目有很多了有机关用水废弃物的焚化厂、加油站、医院医疗事业这些譬如说这边新竹有细沙嘛，所以还有玻璃厂、土石加工、金属表面加工厂、半导体晶圆光电厂，这恐怕是大家最关心，就觉得说这种无尘室里面的东西，难道都是干净的吗？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水呢，它如果是地表水的话，它就会进入所谓的我们的自来水的取水系统。那自来水公司第3区管理处占配水的占比，地表水呢是占了52.1%，也就是说头前溪的部分呢，这属于地表水的一个部分，所以是大量的取用地表水。那我想请问一下乡亲，就是说，看到这样子，我们讨论到这边，你有什么担心，有什么疑虑？我们其实前几天就看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前面的乡亲有讲，新竹市政府跟我们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一起签约，说我们全新竹县市的民众呢不用担心，有这个水可以全部供应水库水。可是我刚刚全部听下来，我觉得这很像一个骗局，因为刚刚从头到尾自来水公司的人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可以完全供应水库水？算起来，照我们很基本的算术来讲，是不可能的。然后另外，我觉得回到新竹县或新竹市，或是整个中央，我会觉得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河流好了。河流这条母亲河，我们说头前溪这个母亲河，它流过新竹县，流过新竹市，其实它没有分县市，它就是中央管的一条河川，它喂养我们所有的大新竹人，甚至承受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污染的水源。像我自己本身是3个小孩的妈妈，我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个母亲河的境遇的时候，我内心会很想哭。会想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取它用它，然后呢，但是等到有问题的时候，台面上看起来可以管的人全部都说，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问题没有，那个问题没有。但是我们到现场看的状况是，它依然问题很多，工业废水接管说有接管的难度。然后说这个权责不在我身上，我自来水公司只负责净化，我县政府我已经很努力监督了，然后大家也要工作，所以没办法，工厂就设在这里。然后呢，家庭污水，新竹市政府刚刚我们有提到关埔计划区的这个污染问题，也没有很仔细回应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处理。我整个听起来我就会觉得，我们站出来呼吁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给答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打破这个本位主义，然后呢，也希望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单只是县市政府，甚至是中央管的这个经济部，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拿出来破例解决，而不是找自来水公司跟我们的新竹市政府演了一个很好看的戏，但我不知道这个戏要怎么演下去，因为我算下来水量就是不够。待会儿了给乡亲呢，其实是礼拜我们要喝干净水行统联盟发行营自日啦记得到3月17日又讲舒服新竹人阿妹好头前海公民来起出来，到底记得行统还有哪条先听等新闻记者讲头去了解下，过来讨论。我们要喝干净水，没有承诺，没有选票。就行通桥前显示，使得入门提示或造成皮肤过敏等伤害空气的情形。新竹县家庭主妇人际看到工业风流水家庭欧洲水，还有垃圾废水等做好无排热头前期的水头，都是每个人手自家许多水节入门题，开始发起行通，希望改善水节。
像我自己有2个孩子，那我的孩子从这么小，我给他喝的奶粉里头，或者是我给他喝的所有的东西里头，这么多的重金属的污染，他该怎么去排出？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大人有责任去保护我们下一代孩子的身体健康。好多鱼哦，还有小鸟。不多本国各地自家市的水有乜嘅问题，而且水泡帮咩去年6月前，NNOC 成立水行通联盟，但民众去行通河坝，希望社有更加多人来关心。这个是我们要走的点，今天走的点，然后背面是今嘛。除了请新竹市的水泡帮咩，头前期经过新竹县市清化区，我提供帮助俾得到新竹县的民众来用，未牵寻县市团体嘅合作。因为我们头前溪水哈，它主要供应就是我们整个大新竹的大概有60万人口的一个在使用嘛哈，所以这个水源的部分就是说供应在大新竹的，就是也涵盖了新竹市与新竹县的一些百姓这样。包括本来这套地方行吞水为主妇联盟、房价保护协会列的团体，由新竹市水泡帮咩主导的行动，是希望保护自家户口人唔好受到各种的污染伤害，并行介希望各个单位拿出解决的办法，解决民众的受理。好。透过用行统联盟嘅推动，到新竹市里面办这个联署哈，聊聊问题，渐渐得到呢水美嘅新竹市民嘅重视哈，那新竹人市政府哈，也有一种嘅相关嘅做法出来。所以像呢嘅，邱总来讲，目前听话乡亲讲到，是水库水嘛哈，咁到了水公司杨班员嘅大厦，目前嘅新楼系物界，哪机会做到？不然你新竹市市民做咧啉到水库水，嘿。我想我哋目前未讲到池水区嘛天嘛个启用咩样嘢，你啊本来是池水区公司，佢本身佢是有安的能力，所以调度这个水库的水，就是在承诺，就是说109年的时间啦，佢是做在调那个水库的水来供应给新竹地区哦，包括新竹县还有新竹市。竹北啦、信丰啊、富桥等等，是的，池水区全部做的来自水库的水来全面供应。好，我想最重要是讲池水区公司佢有安的心意来解决安的问题啊，把这个因为佢目前还没用到那个好把水啊，吼，是讲大家还有个疑虑啦，就讲做呢讲全面都用池水区，因为用咧水库的水啊，大家是放心啦，吼，那是一定的啦。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明的，就是说，目前都有目前新竹市，它这边在靠头前溪流域这边的放流水，基本上它经过那个水沟排放以后，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取水口的下游啦，所以这一块的疑虑事实上是可以避开的啦，哈，我想这个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水库水真的是干净的水吗？我们来看一下石门水库常年的这个卡尔森优氧化指标，从民国93年到106年，基本上都是在普氧跟优氧的状态。石门水库水就是比较干净的水吗？我们难道只是迷信说，我只要喝水库水就好了？整个水域的治理，整个水环境的建设，难道只是靠水库水就能解决的吗？还有没有乡亲进对？你规只好吧？规条新竹人阿妹好，头前海嘅相关问题有意见呢？来个台讲。我一直认为是人命最重要。不过听了1个多钟头，我们一个小小的小确幸，我们要喝一个很干净的水。都不可能啊！记得我小时候呢，头前溪是我们新竹的母亲河，那我的童年记忆都在头前溪。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了那么久，我们的诉求就是要干净的头前溪。我们不要你舍近求远，要从什么这个石门水库要拉走，我说那个缓不济急。我认为唯有中央站出来才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包括我们的前瞻计划，就是要用在净水啊！我们要人命啊，命最重要啊！没有命啊，你谈了什么都骗人的，
啊，既然头前溪有那么多个污染，谁可以解决？台上的自来水公司，还是我们的2位新竹县市的环保局？我想是不可能的。啊，说来说去，就要中央单位出来，啊，不要一直为选举。竹科，我们供应它那么好的一个比我们吃更干净的水，它排出来是什么水？各位知道吗？在柯雅溪，你敢吃吗？所以我认为，抢水最重要。你最简单的，我要喝干净的水，我要干净的头前溪，就是这么简单。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乡亲语重心长，赶快了解。这边要给水公司一个建议啊，哈，就我们不能只把水只看在水库用水，就多元取水方案和多元供水方案。那我们都太过于依赖大型的水库，然后再调度整个北台湾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大区域的用水。其实我们应该让多元供水方案，就是建立我们社区的小型的水网。其实爱地啊，你种下条洞都该水墙啊，哈，又买个好吧，就是小型的集水系统。就我们国家在自来水的那个供水的系统方面，在这一块太过于中央集权，然后民众也太过于依赖这种政府的所谓科学迷思啊，就好像他来管，然后就一定就是安全的水。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也许委员在中央立法上可以在法律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宽的工具，让我们的自来水的多元供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谢谢。小型的社区水网也有可能好。这位乡亲是不是？大家好哈，我之前就是一个竹科工程师，就在晶圆厂负责半导体的制造的制程。你的制程里面有加多什么样的东西是？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非常明白，在整个半导体的制作过程当中，虽然说现在的晶圆厂它都有自己处理污水的能力，但是那些水如果真的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河川之中的话，其实是作为工程师的我是非常不放心的。那我们对于半导体的制造，其实在工程师之间有一个品质管理的标语，叫做品质3不：不接受、不制造、不流出。政府必须要认知到，我们民众是不接受这些污水排放到这些河川，成为我们的饮用水的。那不制造的话，当然就是像前面老师跟那个吴老师也都有提到的，我们会希望晶圆厂能够尽可能的做到不让这些污水流到那个河川之中，这样子。那进一步的不流出，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去辅导这些厂商能够有自己处理污水的能力，这样子才能够根本的解决，不管是工业区还是科学园区的一个水污染的问题。好，谢谢。还有这一位乡亲吗？刚刚也谈到林维洲委员讲，凤山溪是次要河川，绝对不是。我关西有21个里啊，6个多里啊，有自来水好饮用，其他的都是靠该欠降头摆用降田呢，没深水井哦，那个到最后都是喝到河床的水啊，所以我拜托。立委绝对要注意。他们管理单位来看因为头前溪也重重管理了好，我跟你讲不管怎么样，我听到各位来宾很多建议，讲的都很好。最主要，我希望你现在立法委员唯一要修法，就刚刚讲五龙工业区，那就几家工厂而已啊，当初就不能让他来设厂。好像现在我关心牛兰河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上游有3家。再加华印和友达，再加力范，一共7家工厂啊！你给那7家工厂再搞下来以后，小李溪第1牛兰河、凤山溪第2。希望立委要建议环保署、经济部一个行业准了30几项的项目，登记食品厂，底部都有乜个化学原料买卖废水处理，佢有乜个资格废水处理？我关系的化学工厂全部都跟火霸群了，麻烦你再三的反映化学工厂绝对不能在水源头，绝对不能在上游好，谢谢好，谢谢。好，这位。
很多工厂都会宣称这是商业机密，所以我不能宣露我什么。但这边有一个关键是，它可以对制成保密，可是你不能对原料保密，因为这个东西微量的重金属，我们是在低剂量长期的暴露下，这跟以前那个一喝水就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好，所以这个新兴的风险治理，我想大概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的。好，谢谢。那还有这边还有一位乡亲，是不是？嘿，这个污染源。在台湾过去这个20-30年，其实做这个短期或者是阶段性的改善，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可以立即给民众，或者是立即让所有公职或公务人员可以实做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节流啊，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第一步就是直接在头前溪的河川两岸就直接来做专管，然后做节流工程。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事实上整个流域的治理，它不只是从上游到下游而已，可能还有跨县市的治理平台，不管是新竹县、新竹市，甚或是桃园市跟新竹县市跨域的治理平台，这个在中央部分可以去做协调整合吗？只要在河川的这个水源水质保护区要设立，尤其是工厂，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慎重了哈。当时他们会有让他成立的这个工业区，好，或是说有工业用地申请工厂许可核准的，像桃园那个也是核准的工厂，这样的问题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污染，所以一般的工业区其实不太会在水源上头了，好。大部分现在的工业区，您看哈，都是在靠沿海为主，彰滨啦，或是我们的湖口啦，或是观音啦，就是当然是尽量在平原第一个，然后不会在水源头，因为他们一定有排放的问题。OK， 那现在已经在上游的这一些要如何处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课题，就是说，他们当时设都是有当时的法律可以设，那现在大家的要求认为那个是不能接受的，那要如何零排放？如何接专管？如何纳入现有的污水处理系统？这个都是思考的方向。但是这会牵涉到预算跟法令，就是说你要求他这样做要有法令，因为它是合法的工厂。那你要纳入这个专管或是污水处理厂，那这是要预算的。那就大概从这两方面都要一起来做。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一群妈妈们，因为关心自己喝的自来水，开始去走读，才发现说整个头前溪的问题是如此的严重。那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的王教授，就是说我们如何透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然后我们透过这种社会设计的方式也好，让偏乡或者水源地区，他们也能够因为这个人口外流或老化之后，知识阶层不足，我们能够去补助这个部分，然后大家通力来合作，为了干净的水，不只是水库水，是为了干净的水。当整条头前溪都是干净的水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乎我们喝的只是水库水吗？刚刚听到各位乡亲以及各位来宾的对话，突然悲伤起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得益，连母亲的头前溪，我认为都在哭泣。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来想，有没有办法在目前国土规划的修法的过程里面，让刚刚讲的流域治理的机制或是单位单一窗口，让我们在新竹县市先行，因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名气可用。那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会纳入一些社会设计的机制，比如说公民诉讼，你们听过吧？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不作为，然后我们全部受害啊，要人负责啊。好，那公民诉讼这是一个，另外有信托机制也应该进来。我们能不能把一个水质保安区的上游做一个信托，然后来做一些共善补偿他们因此而受的损失之类的。那当然，刚刚讲的一些工厂的事情，当然要像林委员刚刚讲的，反正就是依照他们应该做的，由摇篮到摇篮，然后回到本来的
用水的情况，然后来节省用水。所以如果像这样说，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说，像头前溪一样思考，请不要再像人类一样思考，会完蛋了。也应该为头前溪里面的生态净流量，比如说里面的生物，它有自然的权利啊。虽然喝水是基本人权，可是那些鱼也有权利。坦白讲，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包括省水的文化，我们其实没有起来。坦白讲，水太便宜了。我想自来水公司知道，自来这个字本来就不好的字啊，怎么会自己来呢？那是上天恩赐的，所以日本叫上水，它不叫自来水嘛。我们没有那个感觉，所以要不要大家一起来？然后让所有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县民市民的水库，所以我们很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母亲河再度欢笑，然后水源多样化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里面产生。从上街到下街嘅处理，甚至係冇共同人士，大家共同嚟合作，讓有可能是到強力嘅水，而且強力水唔單止係水庫水停停，嚟值得大家共同嚟打拼。今日嘅村民台北到呢位為止，感謝你嘅收看，下禮拜繼續收聽村民台北新聞大家，謝謝。